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来台节目。今日大家来绍介嘛，介绍介一对党电影写有党后生界梁公坡哦，梁公坡记得是马啥咧？记得咧党后生，记得是到台北出生，到台北台界一对后生呢。不过记得咧泰国后现在去到新竹新埔两个地方来过，记得冇强记得讲按照纵行应该胜败，到介去做党多介事情，形容应该故事系乜介演戏咪不记得去到改编来做安样介事情，家家来分享你今届里边，记起到系马啥咧？记得啱講吼，記得名喺度最幕起寶故事劇衝介團長培儀，分享。大家好，我係江佩玉。歡迎佩玉吼，分享。聽你來分享嘅係係記得只劇衝介藝術總監哦，佢係馬啥咧？佢係呢個博劇分享。大家好，我係黃伯君。歡迎伯君，自我介紹突然很簡短，害我一下子有點接不上。對，觀眾朋友一看就會覺得說，哎呦。好特別哦，兩個長得很帥、很漂亮的，我們客家話講梁公婆，很年輕的夫妻，所以兩個是一個算新婚嗎？還算新婚嗎？算是還是在談戀愛的感覺。這種感覺好放閃哦，還在談戀愛的感覺，而且兩個人坐在一起的時候，還是有點害羞的感覺，有嗎？還是演的？有啦，有，就是還是很。对，就是很像談戀愛哦，哇，好令人羨慕啊！好，其實今天很開心可以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第一獨到台客的分享哈，他們很有趣，基督動盛起哈，所以兩位都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對，從小就在台北長大，出生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對，不過現在兩個人在我們的客家莊信州新埔，在那邊可以算定居吧。算是好特別哦，而且開場的愛係誰講得很標準，有嗎？好，先問一個最基礎的問題，好，以前有聽過客家話嗎？台北真的很少，幾乎沒有。對，沒有。現在有常聽嗎？現在常聽，每天聽，對，每天都鄰居或者是我們去菜市場，幾乎全部99%都是客家話。一開始進去這樣的環境，有沒有覺得很？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因為我自己在客家莊長大，對，我沒有那種感覺，我不曉得一個這樣的在都市台北長大的孩子，突然到一個給他開口說，你也賣馬改，就是你的感受是什麼？一開始會很陌生，會有點嚇到，因為你從小就是在一個閩南語或者是華語的一個生活裡面，突然跳到一個就是完全全客家話的裡面。你就會覺得蠻緊張的，對，一開始很傻笑啊，對，就是別人在講什麼，就是有時候講話講一講，突然就大家就切換成客家話，然後就只能笑，跟着笑。可是你們覺得很棒？會，我的很棒的意思，其實原來台灣那麼小，對，可是你去到那邊，你才知道其實有這麼多原來你好像很熟悉，可是其實你很陌生的事情。而且後來認真聽，在客語裡面有好多的詞，我覺得是很美的。我覺得他用的很古典的方式。你千萬不要說，我會問你哦，我會請你舉例。我可能舉不太出來，但是我每次都這樣跟人家說。但是就當聽到的時候，就是哇，好美哦，就很像詩，就它只是一個很平常的用語，但是就覺得很美。對，我覺得走買節目一開始要問兩個年輕人這樣的問題，就是有時候台灣很奇妙，因為你以為你很熟悉這一個土地，可是你到了很多地方，你才發現說，原來台灣有很多很美好的事物，是你從小到大都不知道的，真的，或是只是好像透過電視頻道知道，對，然後可是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收穫，對，好，到現在大家都還不知道你們是做什麼，然後趕快來講一下，講一下一個到台北台界後上因梁公婆去到信埔了在提供做什麼事情？你們在那裡經營什麼？我們在那邊做劇場，然後希望用劇場的方式，用戲劇的方式，跟大家去玩遊戲。其實最主要就是帶着大家去認識我們覺得新埔那邊生活裡面很多很棒的東西，比如說吃的東西，比如說看的建築、看的街道，比如說認識我們覺得很可愛的人。好可愛！那我就要來考試一下，因為基督徒信埔給他提供，他們有自己的空間，對不對？然後你們有你們自己的軟體，然後基督徒走在調個梁公婆改力量這樣的一個力量，其實可以介紹很多信埔改變改文法。我們說食衣住行都包含在文化的累積裡面，用你們的方式。卡衝走戲改風氣，讓更多人認識，對不對？你覺得你們覺得新埔最厲害可以介紹給朋友的是什麼？譬如
对，我自己最在意的就会是那边的信仰。因嗯为就是刚刚有介绍，就是在台北长大，我自己的家庭是没有这样子的信仰。没有，真的吗？比较没有。那你觉得你后来得到的信仰在那里看到？第一个就是去那边，因为一开始是接触到新埔的宗祠，认识了一个大哥，那个大哥是365天，每天早上跟下午都要固定去拜拜。那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的那个房东，他也是每天早上8、9点就会去拜拜。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虽然它只是一个很日常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是很有冲击。我觉得就是到底在拜什么？到底在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一直坚持下去？对，而且你问他，他也不会说出什么。但是当他拜的时候的那个情感，还有当他讲到他的祖宗，他的脸上是有光的，他觉得很光荣的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让他们会有信心，就一直就住在他们心里面的东西。对，那你呢？我的话，对我很冲击的是新埔的吉酱，还有新埔板条，还有油葱。那如果这3个，而且跟吃很有关系，吉酱、板条、油葱加在一起，它就是一道料理了。然后这个东西是让我很震撼，因为是这个它非常的生活化，然后是新埔人很引以为傲的一个美食。对。所以我很想要推荐给大家。我们昨天骑机车回家的时候，就是一样，就真的新埔镇上到处晚餐时间就弥漫着油葱的味道，还有板条。对，我就说真的好香哦。对，为什么今天Lucky都爱用打嘴布？因为我大部分在节目里面都是介绍来自于我们客家的孩子们，然后告诉我们很多的故事。可是我今天的感觉是，客家终于走进了你们的心里，真的是这样，对不对？而且去到那边一定要吃板条啊。对，有时候在台北根本吃不到，不是我在吹牛，而且就是台北的板条跟新埔的板条不太一样。这我是不太好意思讲，你们讲我就比较不怕。我有时候在台北冻熊是板条，我去点一碗，我一吃。你知道它跟 QQ 一样 Q 你知道新埔板条没那么 Q， 是软的，是软的，是米做的。对，那到底台北的板条是用什么做的呢？这我就不知道，应该是 QQ 去做的吧？不知道，不好说，不好说，没有对错。我觉得这就是你习惯，对，这就是你就是去生活，你才能够理解那里的文化，对不对？所以你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剧场，比如说你们有什么样的活动，你们可以举1、2个具体分析。像你刚刚讲宗祠跟信仰。对，听说你们有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去介绍那样的一个宗祠或是信仰。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是我们第一个是我们先爱上他们了，就像是我们爱上了宗祠的感觉，爱上了那样子拜拜的感觉。是，然后我们就会试着想要用表演、用戏剧的方式，让大家从游戏里面，所以我们就带着大家有点像比手画脚的在做动作，就像他们搬东西，比如说我传了一个东西给他，他再传给你，就这样传。传了在大太阳下面，在很冷的寒流里面，我们都教大家做这件事，而且我们不说在干嘛。那大家传了，在一头雾水，最后告诉大家，其实你们是在搬砖头，其实你们在搬大的柱子。后来才告诉他们，你看你们才这样搬了5分钟、10分钟，你们就那么累，满头大汗，然后再抱怨。但是你想，你后面的这间宗祠，过去的人他是搬真正的东西，我们只是搬空气而已。就是他们花了多少的心力在盖好这间宗祠，就代表一定很重要。然后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先玩游戏，然后让大家笑，让大家觉得好玩。后来他们从过程中就会了解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对当地或者是对整个客家族群、闽南族群，宗祠永远都是一个他们现在的归属，其实也是过世之后的归属。没错，聊天时间其实非常该重要，因为像我们，至少像我的家，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宗祠，对，好像未来的开枝老祖宗来到这边开枝散叶之后的，接下来的每一代大腿给度的转起。该叫提凤，我觉得那是一个好像凝聚，我们是一个共同血缘的一个概念，而且好像我跟你不熟，可到那里好像我们就突然手牵手、心连心，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我们是一家人，对。那我觉得这就是在哈嘎应该形容地笃客家人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指标，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也是
不同的人不同，你们去到那边的一个学习，所以你们有这样的感动，也就透过你们自己的方式。然后我觉得，因为剧场的方式它很特别，也是我们两个很爱的，就是剧场方式它可以透过一些游戏、简单的活动，甚至只是让你坐在那边聆听，就可以让大家把很多心房放下，然后大家的心就会很静。然后当大家因为剧场的游戏、剧场活动凝聚之后，再跟他们讲一些当地的故事，我觉得大家的接受度会非常高。所以你们觉得你们在新埔已经渐渐的让大家都很认识了吗？我们蛮多人，现在蛮多人知道我们的，所以就是走在路上，好像明星哦，是不是？会有一点紧张。说到这个，因为我们有在跟小朋友就是有互动、有上课，所以有的时候走到街上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会说：“哎，老师，就会就是可能逛个超市，逛超市都不敢乱穿，糟糕了，变大明星，对，会很紧张。其实记得很有动动改故事哈，哎，你等下等下这样来讲。當放宇宙啲繞牆度，一對人去上界公坡嗰度啲片，然後見到大家嚟討論，見到大到推班個，見到去到信步來發展，而且透過你們的方式，我覺得很有趣，年輕人的方式，因為楊英講，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想要告訴別人的故事方式有很多，我們可以上課，我們可以讓文字的方式來呈現，對不對？比較被動的感覺，大家要去主動閱讀才有辦法，要不然的話就是比較硬的方式，可是你們選擇了你們年輕人的方式，像你剛剛就講說，你讀路可唔可以讀到東小朋友，所以你們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是你們的，算是粉絲，粉絲，或是你們想要傳遞你們想要讓他們學習的東西，像你們會有什麼故事三明治、安永改東西，可以分享一下。故事三明治其實就是我們專門對小朋友的，那我們就會先設定好一些我們想要跟他們說的故事。那我們一開始發展的時候，其實就是講新埔這個地方過去是有輕便車經過的地方，但現在完全看不到。那我們就用小朋友喜歡的繪本書，我們先講一個火車故事，然後再唱一個跟交通工具有關的歌曲，最後再講一個我們自己編的故事，就是在新埔住的一個哥哥跟妹妹，那哥哥出外去念書。那妹妹很想念哥哥，妹妹很喜歡火車，但是她新埔沒有火車經過，所以她從來沒有看過火車，她就要坐着輕便車出去，然後再到新竹火車站。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就會穿插用歷史的照片，比如說新埔過去的樣子，比如說輕便車的影像，讓小朋友知道哦，原來台灣曾經有過這樣子的歷史，有過輕便車，有過蒸汽火車。而且重點是100年前新竹車站的樣子，居然跟現在是一樣的。哇！對，就是用故事的方式，讓小朋友也可以。你真的很會講故事，連我都聽得津津有味的。你們倆很喜歡小孩吼，小朋友。很喜歡。這我沒辦法，我只要想到他們有一大群一直在我前面，老師，我就想說先等一下。這我可以理解，你可以理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我真的要給你們兩個掌聲鼓勵一下，真的很棒。可是這是一件好重要的事情。對，你們在他們小小的心靈就埋下了那樣的一個種子。而且我們那時候說，就是我們要對低年級的小朋友說，特別，對不對？因為低年級、高年級可能也不太想理我們吧。對，高年級要用另外的方式，高年級可能要比較刺激一點點。那低年級小朋友就很可愛啊，反正你講什麼，他就像一塊海綿一樣，你講什麼一直不斷的吸收，然後很好奇。例如說，我也會放出2次大戰那時候各個國家的地圖，就各種不同的顏色。我講的這一塊是日本，他們馬上就會問，那藍色那一塊是什麼？然後紫色那一塊是什麼？就是他們是對那邊是有興趣的。是。然後就透過這樣的方式，會覺得小朋友他其實一定都聽得懂，只是要選擇到一個適合小朋友的方式。所以我們也是一直試。就比如說用我們自己創的角色叫做小梅。小梅現在是僅次於我們兩個在新埔另外的一個比較紅的那個人，對，一個小小的我們自己手繪的一個紙偶，好可愛。對，但拿出來小朋友就會說小梅又來了，對，很好，然後蠻不錯。所以小朋友都怎麼稱呼你們？怎麼稱呼？我的藝名叫做微風的微老師。然後我在介紹我自己的時候，我會說，喂，所以我是微老師。好棒哦！我的就是哞，然後他們說牛，而且我是一直
很老的，对，所以我是老牛。对，好吧，我怎么要问呢？因为记得俩呀都新不上感应东风呀，老牛东风嘛，微微很红，另外还有个小梅，对，小梅。好吧，哦，港国的龙沙基的本性是很，你们本身就已经喜欢小朋友，然后也很有赤子之心，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你们自己好像也玩得很快乐，很喜欢。对，今天在这边是不太讲辛酸史啊，其实一定有很多的辛酸史。对，怎么样？有后悔吗？你们两个一块，对。后悔没有？没有后悔了，没有后悔过。就是这件事情，我们两个蛮早就，有时候当然会沮丧，会自我质疑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要放弃。我们有曾经就像是这样子对看，说我们要继续做下去。觉得这件事情当然要。我们有想说要当成就是我们一辈子要一直做的。是。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寻觅的过程。对，我看你们两个。你永远不知道这条路上面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有时候顺水顺风的时候，不一定是最顺利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湍流在哪里。对，鼓励他们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啊。对，所以其实除了故事三明治之外，更重要的事情是你们有很多戏剧，因为好像你们是希望能够透过戏剧，也打开很多的一种你们所谓的人体的一种感知。对，所以你们有很多戏剧的表演。我们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我们有3种，第一种就是对大人说的舞台剧，然后第2种就是对小朋友说的故事三明治，那第3种的话就是亲子可以一起参与的文化体验。对，这是文化体验，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在外面假装搬砖头的这种，就直接在实际的场景里、宗祠里或者巷弄里，或者是很多的地方实际发生这样，就等于很像在新埔镇上在演的一出，或者在义民庙前面就演张权械斗之间的这样子的，就直接让体验的历史故事，让体验的人可以直接的在那个宗祠里面感受那个原本的东西。所以宗祠是一个你们演出的场域，对，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体验，好像实境哦。对，就是其实就是想要用的实境这样子。比如说在巷弄里面，以前新埔曾经有过日军有进攻，然后日军有放火烧新埔节，我们就把它编成一个有点像游戏，就是火烧新埔节的游戏，带着大家一边扮日军一边扮客家义勇军。两边就要交战，但是当然不是看到就打啦，但是就把对方可能布置在镇上的一些记号要去找到。对，所以参与的人，你们刚刚讲听起来那个演员不是单纯演员，也是参与的很多的伙伴，参与者可以一起去玩这样子。然后所以参与者有大人小朋友，然后对小朋友的话就会比较集中起来，就是好好的跟他们说一个故事，让他们记得。然后舞台剧的部分就是希望让更可能平常他也许不会到新埔，但我们就到他们面前去演。例如说我们会在台北演，我们一样在新埔，我们也有到竹东演过，也有在竹北演过，就把这些故事用舞台剧的方式传达给大家。你们在这个舞台剧的这个对话里面会有客家话吗？会用客家话？有写过客家的角色，然后我们演员虽然都不是客家人，但是我们有希望他穿插几句客家话，这样会蛮好玩的。对，我觉得，而且氛围会不一样。而且因为同一出剧在里面有讲客家话，对，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演是一种氛围，但是在新埔演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氛围。怎么说？因为在新埔演的时候，你知道台下的人有一半是客家人，对，而且有一半的人是听得懂的，所以当我们讲出那一句客家话的时候，他们是会心一笑，会有共鸣的感觉，会有共鸣，对，很有趣。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做的那一出戏叫做《石虎你好吗》哦，那他其实在讨论的就是环保城乡差距的东西。那但是站在角度是比较中性的，就是其实我更在意的是谈乡下这个地方，因为大家都觉得你们不要开发，你们开发对石虎不好，但是对住在那边的人来说，那是因为其他地方都开发完了。那你们叫我们不要开发，但是你们都把本来有石虎的地方通通开发完，只剩下我们现在这里还有。我理解。对，就是想要。这的确会是一个，真的是不同的位置、不同立场看待不同的事情。你们一直希望我们这里是一块净土，
你们可以来。对，但是我们其实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开发或是经济的发展。我是说某个面向，我们先不去讨论什么样的具体事件，对，那就会觉得啊，你们现在都你们都很繁华嘛，你们现在好棒棒，对，然后我现在这里要很乡下，很乡下，对。可是根本一讲了也不能讲，按用一定要开发或是不要开发，这的确是要有很多客观条件的评估。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保议题。所以在台北演，大家就很站在环保的这个角度，但在新竹演，就大家会感动到，我会哭，我本来没有预料到观众会感动到落泪，但是因为很多都其实也是在，比如说做独立书店的，比如说在地经营文化的，跟我们一样创业的人，他们看到这个过程也是会，对啊，就是很打动他们的心情，因为写的其实也是我们在新埔住了2、3年之后沉淀下来的事情。哦，我要哭了，没有。所以我想你们有时候觉得很辛苦，但是这样的回馈也是让你们继续坚持下去的能量嘛，是不是？就是这种最直接的感动。对，除了经济上面的困难或者是金钱的回馈，可是有时候你们会选择到这样的地方做这样的事情，在你们的心里面就有一个你们自己想象的一个志业的蓝图，所以撇开在经济上面的状态，一个那样的回馈，其实也是滋生让你们心灵充满的那种能量，对不对？心里面会很踏实。对，知道自己说的东西是对别人有帮助，觉得自己被需要的感觉，我觉得很自己被需要的感觉，这句话好重要哦。有时候你说半天，好像觉得很沮丧，说我需要你，你就觉得好像我应该要存在了。因为我们最近才刚上完一堂，就是对新埔乐龄中心，乐龄中心55岁以上的人，我们一样要带他们教表演。一开始大家都很放不开，第一堂课大家都面面相觑，一定的害羞，要做什么活动，大家就开始窃窃私语，就讲很多话，害羞。但是到了第10堂课上完之后，大家是感谢，就是很开心能够有上到这一堂课，真的。而且他们还会说，老师下一堂课什么时候会再开？我想要再上的那种感觉。真的，因为被开发了。对，有时候藏在内心那种很内敛、很隐藏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会内伤的。在这个时候，他搞不好不管是负面的、正面，他都爆发了，对不对？还有马个故事哈，那走得到台高的分享，你等下聊哈，张总来讲。东方伊就在绕墙老两个后上音后，佩玉伯君来到节目地，读到台高的分享，记得走信步的故事，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不一样，因为我很少访问到就是在台北的2个年轻人，然后去一个。他大概中头做这样子的一个付出的事情，都一样很棒，但是那个质感不同，对。然后，我想对新埔的居民来说是一个 moki 改感受，对你们2位来说也是一个生命中很不一样新的学习，对。然后，我看到一些你们访问的画面，有很多新埔的居民他们的回馈是很棒，他们说，他们2个给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新埔，我觉得这就是新的学习。有时候你自己在那个庄头里面，你自己认识的客家文化，有时候透过外面的人重新的告诉你一遍，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也一直在学习中，好像我以前在客庄长大，我也是到哈嘎田喜推。在这边，我也在重新学习我自己的这个母语跟我自己的这个文化，甚至在这里面找到更深的连结跟认同。我相信你们也是。所以刚刚讲到乐龄，对你们真的是很厉害呢，从小孩有没有到乐龄一网打尽，对不对？所以55岁幼儿也好，乐龄都是你们的目标族群，3岁到70几岁都可以，对，不得了70几岁的阿公阿婆喜欢你们吗？一开始会有一点怀疑，就是这2个年轻人要来跟我们讲什么，又不会讲客家话，对不对？来当我们的老师，嘿妹，然后国语又讲那么好，什么意思？但是到后来，就是他们很愿意相信我们，我们甚至在课堂上可以带他们玩一些肢体的活动，比如说肢体的接触或者是什么，他们一开始第1堂课都不敢做的事情。然后第1堂课大家也都不讲话，但是到后面。一说，大家就习惯，一坐下来，大家就很愿意说今天上课得到的是东西。比如说，他就学到，真的这个活动必须要2个人之间信任，才可以互相保护对方，才可以互相，就这些感想是他们原本讲不出来的，但其实一直放在他们心里面。
但是所以看到后来他们愿意讲出来，很感动。很有趣哈。有时候我们自己受到的训练也好，或是教育也好，就觉得好像你觉得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在老一辈的哈嘎因地图，他们可能因为很压抑或是很内敛，他们从来都没有被这样子的去引导跟开发出来。所以这是一件我们听起来说啊，这样很困难吗？可是如果对基督感应生那种，可能是一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去表达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乐龄，我们从第1堂课到第10堂课，这中间他们真的改变很多，就是至少是从可以愿意说出自己心里面的想法，而不是只是说很感动这3个字而已。那他们可以说出为什么感动。我觉得到他们最后1堂课愿意坐下来好好的分享自己的心情，然后跟全部可能我们一个班可能8到10个人，可以愿意跟其他10个人说话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就像你刚刚在说的，就是他们在客庄里面，可能客庄的妇女他们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心情，可在家里面也不会，但是愿意在这个课堂里面，然后跟大家分享。对，华人就是这样啊。其实除了客家，华人也是。我们常常都说要把爱说出来啊，是不是？好像现在年轻人还觉得我们能够做的比较好，觉得好像那种感觉要说出来。可是老一辈的人就会觉得，哎呦，对不对？他是用实际行动没有错，对。可有时候那个语言的表达好重要，就我爱你3个字对他们来说好困难，也很害羞。对。但是我们有在课堂上面有教他们讲。哦，真的吗？对，有教他们讲互相拥抱，然后说我爱你，谢谢。对，所以其实你都读幸福走改事情，不只是这样子的一个课程，你们有很多戏剧的活动，讲故事也好，或者是有像导览这样的活动吗？导览有，就是刚刚佩瑞有提到，就是像文化体验，是，我们就带着大家实际到宗祠，到那边的几间很老的糕饼店，或者是冰店，甚至是我们也有带过大家到农田里面一起去拔草，就除草这些东西。除了带他们去除草，你们自己也是新的体验吧？你们以前没除过草吧？没有，知道辛苦之后才开始所以也能够理解，其实务农是辛苦的，对不对？会重新珍惜不同的东西。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里面，常常比如到了卖菜的地方，或者到了看人家菜车的运送，我才知道那每一片青菜是多么的珍贵。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要天天照顾它才可以。对，而且有时候农民可能1箱青菜他只拿到20块。对，可是我在这边点一盘菜2口就没了30。对，所以本来就是在这样学习，你们接下来会希望有怎么样新的规划吗？我们目前来说就是舞台剧会一直创作下去，然后对，我知道你们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剧码了，然后每一次就会再去接触一个不一样的主题，然后接着1年更想，现在心里面很想发展就是故事三明治这一块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太有趣了，就是可以带小朋友玩游戏这个东西，然后让小朋友知道，而且我们讨论的议题有时候是比较艰涩一点，但是小朋友听得懂，像是我们前一阵子讲了，对小朋友讲228，就是3到7岁的小朋友。他们一开始我自己也有点害怕，怎么会听得懂？但是讲完了我的故事之后，有小女孩就难过到就是抱着妈妈，她说：“为什么那个故事里面的老爷爷不回来了？不见了。”对，我没有直接讲他发生的事情，但我就说他没有再回家了。然后我们讲完这个故事，再带着大家去看228纪念馆。孩子虽然好动，但是当我要好好讲的时候，他们是很认真在听。他们想要找到故事那个老爷爷到底在哪里。对，而且现在的孩子已经不一样了，真的不能小看孩子们现在对他的想象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也曾经看过有一个老师在教孩子，好小哦，像幼稚园、国小，他那天的主题叫试探。就是所以你知道试探，就人跟人之间那种试探。我心想这主题也太难了，我觉得我就在想，我以前小时候都在学些什么，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不同的学习，对小朋友来说。然后所以就是因为我觉得也是，我刚刚在录影前也有跟佩瑞聊到，为什么我们想要做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许少了这一块东西。我们课本讲述228也一样是讲茶气私烟，后面就没有东西了。没有。对，但是我就会想要把这些东西透过我们的力量，也许可以让孩子们知道，让他们至少留下一个印象。
是。像是我们在今年做8月的时候，在台北艺术节做的舞台剧叫做《点香》，我们也把我们很想要去探讨的，就是传统产业这个东西，我们也放进来。所以，我们这部戏叫做《点香》。对。然后再讲就是怎么做香啊，然后为什么要拜拜啊？对。但其实最后讲的就是拜拜，他讲的就是人跟可能亲人之间人的感情，就透过香升到天空的这一条线连在一起了。我觉得那是很美的事情。是，有时候在我们说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信仰文化里面，好像老一辈的人他们都做得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很周延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新一辈的年轻人只是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哎呀妈妈去拜拜了，就这样子。甚至有时候在台北的孩子们更没有，因为现在乡下一定都还每个月都，比如说要去拜土地公你搞八公，对不对？可能也许在台北不一定真的还是会这么做，可是你真的去理解之后，你就会知道那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东西，它有它很重要的那个文化的精神在里面。那个信仰是深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对。那一样就是这个故事就在台北讲过，在那个新埔一样都有讲把公的故事，但是新埔的小朋友就很懂。他们很懂。我觉得什么附近学校哪里有伯公庙，马上都说得出来哪边有。我说那边有啊，我常常跟妈妈一起去啊，或什么之类，就是把公在他们的心里面是有一个地位的。是。所以就觉得也很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去认识新埔。那怎么办？那在台北讲是怎样？我突然觉得那个是什么？台北讲他们就是你会看到眼神是就是看着，但是他没有明确的心中没有浮现一个东西，对。但是新埔的孩子就有。好，所以你们接下来虽然有很多，我知道你们一定有很多的挫折，还是会有很多的质疑。真的要这样做吗？未来要怎么做？可是不管怎么样，不管用，我们都希望你给用心陪我，要多多给这样的年轻人支持。对，我觉得往那样的一个力量，一定可以走出一条路。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继续把持着这个，然后向前进。先学客家话，真的。黑猫是不是？你到了新埔，除了吃板条、油葱之外，吉架一定要学。它是一个这么有趣又美好的语言，这跟学英文是一样。你要学英文，你为什么不可以学哈嘎法、草毛？每一个语言在这个台湾这一块土地里面都有它自己很重要的地位。我觉得多学一种语言总是美好啊！如果你们在那里也可以真的深刻的融入，对不对？搞不好有一天你们两个去吃板条的时候是走得用哈嘎法绕挑嘎牛拱味，觉得可以吗？是可以，对不对？讲一下，请问你们知道新埔的这个板条客家话怎么说吗？他们好像讲挑板挑。他们也有反过来的。糟糕，我今天经过反过来，板挑也有，我有经过挑板，就是两个都有。糟糕，我今天好像有点被教学，不应该刚。好，就是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你们来。我觉得未来对还有很多的事情，如果有更多有趣的事物，也欢迎一直来这边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有没有什么话最后跟观众朋友讲的？只有15秒哦。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更认识我们，就还是可以上我们粉丝专页哦，Facebook 粉丝专页就是钻木取火故事剧场，对，就会看到我们有最新的消息都会放在那个上面。耶，不管是舞台剧，然后故事三明治或者文化体验，欢迎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哦。耶，好棒哦！所以今日当感谢梁沙雷的两篇什么你哦，乡亲朋友3年下来怎么该来找人头了？